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推动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不过即马伊讲，普丁伤过拖沙的处理方式，何时感觉真生气，所以伊决定那甲罗西亚要招游的国家会扣重税。另外，川普讲又想要做第三任的总统，不过专家讲修改总统的任期都要修宪，应该是无啥可能。 美国总统川普伫上周表示，伊对罗西亚总统普廷已经规划到位，因为普廷当地组织俄乌战争停火协议，伫拒绝顶礼拜协议停火30天的计划了后，普廷阁要求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应该落台这个字写入停火协议内底，互川普去甲讲普廷当地拖延停战的可能性，所以美国会对罗西亚的石油买主扣25%至50%的刺激关税。所讲的刺激关税，就是结合关税甲间接制裁，那是第三方国家地区甲去互美国制裁国家购买商品，哪这个国家地区甲美国做生意的时阵，美国原来会向因要求支付相关的关税，互人放掉要收刺激关税，还有伊朗。川普讲，伊伫3月初就写批互最高领袖哈米尼，要求伊朗爱甲美国就核协议展开谈判。川普警告，那是因拒绝，美国也无摆渡要攻击伊朗。 We're going to make a decision on secondary tariffs on Iran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If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then we're never going to put secondary tariffs on. مذاکره به طور مستقیم رد شده، اما مذاکره به طور غیر مستقیم همیشه ایران در اون رابطه بوده و الان هم آقا معظم رهبری تاکید فرمودن که مذاکره غیر مستقیم همچنان میتونه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除了自从刺激关税的名词以外，川普阁讲到，伊当地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而且唔是伫军选笑，伊阁讲有办法做会到。 只是即马讲这个话题也伤早，对这代志专家是讲，美国的修宪机制是相当天数，国会也是各州拢会当发起。啊，毋过考虑到目前共和党伫州甲国会设处修宪变更，美国总统的任期应该是做袂到。另外，川普下令要为4月初2开始实施对点关税，外团有所讲的垃圾15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欧盟甲中国等，互人列入名单内。川普搁再进一步说明，包含的对象是所有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